同學巴教練喺個咁細嘅空間，我分唔清楚自己係恐懼定係心動啊！今日去珠海揸小型飛機，喺港珠澳坐1個鐘頭車就可以去到珠海連州機場嘅麻瓜飛校。今日飛行時間30分鐘，但係我要提早嚟到，首先就換飛機制服、影相、上堂演示8個基本飛行動作，睇飛行表、高度表都有廣東話教學。跟住就玩 sim， 原來揸飛機好似打機咁，協調好重要。學完之後我就去機場禁區啦。Hello， 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好辛苦啊！我見到個教練，佢1米8，好有型啊！終於飛啦，我隻手都震埋。好彩主要係我巴教練控制，如果唔係我哋未開始就終結啦。熟習咗之後，我巴教練會俾時間我自己控制。教練，放心，將條命交俾我啦。喺天空，我可以用上帝視角去欣賞周圍嘅田野風景。以前覺得揸飛機好遙不可及，今日我呢個麻瓜終於成為大灣區嘅 Top Gun。落返地面，我明白最大嘅成就感唔係飛得有幾高，而係我終於實現咗一個我一直以為冇可能嘅事。如果你想單飛或者帶朋友一齊飛，可以報讀 SPL 30小時訓練，最快1個月攞到證，正式成為飛機師。